Hello，大家好。今日想分享一個故事，係啦。咁而呢個故事呢，主要嘅目的呢，就係教人點樣讓人受歡迎嘅實用方法，係啦。咁我就攞個例子啦，有個嘟嘟嘅著名心理學家嘟嘟就寫咗本書。咁嗰本書叫《嘟嘟與嘟嘟》，係啦。咁而嗰本書裏邊咧有一句金句嘅，嗰個金句係咩咧？就係話一個唔關心別人、對別人不感興趣嘅人，佢嘅生活會遭到重大嘅阻礙同困難，又會俾別人帶來巨大嘅損害和困擾。所有人類的失敗都是由於這些人才發生，係啦。咁我就淺白啲講，即係有個 A 君啦，有個 A 君佢從來咧就淨係唔關心別人嘅，亦都對人哋冇興趣嘅，係啦。咁呢個 A 君呢個人咧，佢嘅生活咧會遭到好多困擾啊，會好麻煩啊咁樣咯，係啦。咁而即係簡單啲講，即係呢個 A 君咧係極度自私，係啦，冇錯，係極度，係講緊極度啊，冇錯。咁而我自己個人意見咧，我對呢個故事嘅意見咧，我覺得關心別人同埋對別人感興趣咧，係睇嗰個投入程度，係啦。即係譬如假設如果我係嗰個 A 君啦。咁我又唔會完全唔關心，又唔會完全唔感興趣嘅。我會即係我自己嘅意見我就會係按我個自身嘅情況同能力去判斷翻呢件事，我作出咩回應咯。係啊，即係 exactly。如果我而家係講緊我連生存都成問題嘅時候，你話你話要我關心一啲國家大事啊？嗰啲咩大事，基本上都唔輪到我理咯。即係我自己本身，即係我假設我而家情景我係連生存都成問題嘅時候，我仲邊有氣力去關注一啲社會嘅大事咧？係咪先？係啦，即係 in case 我會咁樣判斷咯。係啦，今日分享咁多，多謝晒。